花絮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南投埔里一个2岁小男童为4楼顶栽落。当时小男童的妈妈无伫边仔看顾囡仔，这个小男童听到变速车咧来的声，爬起了阳台，想要看变速车，想袂到阳台的这个沙桶凸起，小男童为4楼的徛架栽落，先弄到1、2楼的家护病，刷落来连累涂骹，紧急送病院。小男童的鼻脏破气，头壳内出血，加在一条小性命保掉咧。囡仔兄洪刚起哩躺架，骹手拢互固定，伊听甲妈妈吼，因为伊为4楼的所在摔落来。敢若听啊，落个有听到救护车来，就摔来就出去啊。对搭一楼无注意看啦，就知影咧摔落来安尼啊。5号暗时6点外，南投埔里发生2岁囡仔兄为4楼摔落来，消防队赶到现场，把人送去病院。患者是兄弟俩啊，一起到阳台边，要看那个垃圾车经过这样。一名男童不慎太靠近阳台后坠落。当时查甫囡仔老母无伫咧边仔顾囡仔，查甫囡仔去装病想要看变速车，想要到门仔门有芳，才会栽落去。为4楼栽落去1、2楼，弄到迄煞死。患者一路哭闹，因为患者才2岁无法沟通表示。查甫囡仔洪送到埔基病院检查出鼻有着伤，佮头壳内出血情形，洪转送到中国附医。即马查甫囡仔伫咧加护病房观察，暂时无啥有大代志。如果说家长有疏于照顾就是让6岁的儿少独留的话要对于这些父母亲会做相关的亲子教育。社会处讲，家长若是无好好照顾，爱上教育课程40到50点钟的课，嘛会派社工去调查访问，看家长敢有好好顾囡仔。